来到 Go Go 公哈吧，我是一姐，我是敏华。一姐，我发现啊，现在溜滑梯啊，真的非常多样化呢。不管是在学校啦、公园还是饭店啊，现在都是各有各特色的溜滑梯哦。而说到了溜滑梯，就是溜滑梯。溜滑梯呢，其实就是溜滑梯，真的大家从小玩到大都觉得玩不腻耶。那么全台现在各地呢，有人标榜，我是全台最长的哦。有些人说呢，我是速度最快的，还有人说我的溜滑梯呢最有刺激感、速度感。那么其实全台各地的溜滑梯，通通冇共用啊。某空庸就是不同的意思，那不管是铁质的还是塑胶质的，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哦。而我自己呢，喜欢高度高一点的，因为这样比较刺激。而说到高就是高，高就是高，所以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溜滑梯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有各种冇共用嘅溜滑梯，有各种冇共用嘅溜滑梯。今天 Go Go 公哈吧呢，我们就带你一块来看看全台这些有特色的溜滑梯。哇，天哪，这也太狗了吧！这个溜滑梯真的冇共用哎！我要去挑战。好，你先。我先。好，亮了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玩？我跟你讲，这18公尺高的溜滑梯一级棒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会不会很恐怖？连叫的机会都没有。好，换我。这个溜滑梯啊，真的是冇共用，超级国的。对啊，刺激！再玩一次。敏华，我觉得这种溜滑梯呀，真的是从小玩到大都不会腻。对啊，而且每一座都很有趣，都有自己的特色哦。今天赶紧帮大家复习一下教给大家的客家话。首先，溜滑梯就是溜滑梯，溜滑梯就是溜滑梯。那另外要教大家的就是呢，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溜滑梯，不同就是某共用啊，还是一样好玩哦。那么其实我和敏华呢，比较喜欢玩高度高一点，比较有刺激感。高就是狗，狗就是高了，没错。今天最后帮大家复习的这一整句话呢，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溜滑梯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有各种冇共用嘅溜滑梯，有各种冇共用嘅溜滑梯。今天 Go Go 公哈吧呢，就带你一块回味一下童趣，这溜滑梯真的很好玩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